試食專員雪子喺台北開箱人氣品牌山上酒州新開幕日式無菜單鍋物，個湯底已經不得了啦，係真材實料兼純天然嘅花膠烏雞湯啊 ！Cheers！ 首先有好 fresh 嘅前菜熒光魷魚沙律，以及滑溜溜嘅蟹柳蒸蛋，仲有非常新鮮嘅蔬菜盤。主菜嘅部分咧亦都非常之浮誇，係超豐盛嘅特級海產啊！全程咧亦都有專人提供桌邊服務，所有海鮮幫你剝殼，非常啱各位公主們可以專心品嘗美食。接住落嚟有閃亮亮嘅冷麵，睇到心花怒放啊！裏邊有海膽、和牛同埋紫菜混合一齊食，真係太好味啦！再嚟三文魚子大蝦天婦羅，酥脆仲大爆破感，華麗而富有層次。中途亦都好貼心咁樣提供水雲醋中和味蕾，當然唔少得仲有和牛星盒，每片都有濃郁嘅牛香，清爽而唔油膩啊！最後湯底結合所有海鮮同埋和牛嘅精華，加上蛋蔥、和牛碎同埋紫菜，熬製出靈魂雞湯粥，簡直就係鮮香四溢，回味無窮啊！甜品有蒸騰騰嘅草莓奶凍，同埋含金量100嘅土豪金箔雪糕，圓滿咗呢一餐嘅盛宴啊！仲唔快啲約埋朋友一齊嚟食？